本人嘅議程前發言嘅主題係推動產業發展與經濟多元，完善勞動保障與民生福祉。新一屆立法會任期係澳門邁向經濟高質量發展同埋民生優化嘅關鍵時期。身為勞工界議員，我深知道每一項政策、每一分資源都關乎基層家庭嘅生活品質同埋廣大僱員嘅福祉。未來4年，我將秉持以僱員民生為主嘅初心，凝聚社會共識，推動構建更公平、有序同埋可持續嘅勞動環境。經過社會各界多年嘅努力，澳門喺工作有保障嘅理念上面已經建立共識，但職業安全、勞動權益同埋就業保障仍需持續深化。未來應該以完善勞動制度為基礎，推動勞動關係法同埋職業病及工傷賠償制度系統性檢討，引入第三方嘅醫療鑑定同埋電子化通報機制，加強執法同埋理賠效率，並優化高風險行業嘅安全文化與專業培訓體系，讓僱員能夠安心工作，真正共享到經濟發展嘅成果。隨住1+4產業多元策略同埋深合區建設嘅推進，應該完善職業教育同埋產教融合，推動青年、中高齡人士嘅就業支援，做好公共工程同埋外判服務中本地人優先嘅原則，確保居民擁有穩定而具有晉升空間嘅職位。喺產業方面，應該以多元經濟帶動僱主與僱員共同發展為根本，持續完善基建同埋營商環境，扶持中小微企嘅升級轉型，推動數字化發展同埋灣區合作，為本澳勞動力開拓更寬廣嘅發展舞台。最後，面對民生嘅挑戰，我哋希望社會發展嘅成果能夠更加公平咁樣惠及每一個家庭。因此喺未來要如何持續強化社會保障體系，完善養老同埋託兒服務，建立物價同埋最低維生指數嘅調整機制，並推動社區休閒同埋公共空間嘅優化，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同埋社區凝聚力，都係我哋未來努力嘅發展方向。澳門正處於關鍵嘅轉型期，社會穩定同埋發展動力有賴各界共同付出。作為勞工界嘅代表，我將繼續以實事為基本，以民意為優先，推動職安制度化、就業優質化、收入合理化、培訓專業化，讓每一位居民都能夠喺澳門安心奮鬥、安居樂業，共同朝住經濟多元、勞資共贏嘅方向同心前行。多謝。